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初10，诗篇119篇116节安尼讲：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，互我活，也无互我因为所毋望的来见笑。三角来祈祷，照你的话扶持阮，互阮活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永活永在的真神上帝。主啊，你是慈悲怜悯的疼痛天父。主啊，你对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阮，成做你的儿女，也伫阮未出母胎以前，就备办阮所要行的路。主啊，就是阮的一支头毛，你也拢算过。若是无你的意思，就也袂失落。主啊，感谢你听阮到安尼。主啊，阮伫苦难中哀求你，你伫阮的患难中牵救阮。主啊，为着你的慈爱，阮要来感谢你。求你照你的话扶持阮，互阮活，也无互阮因为所毋望的来见笑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